紅槍黃霞，這個是激央學經，始建於南宋紹興10年，即是1140年，是廣東省恆春當雷高強獨當規模上大、保存上完整嘅學經高強獨區。激央歷來充分當家，能激理念，湧現出一大批傾情愛國、青年愛民、受百姓愛戴嘅清官廉吏、仁人志士。能嘅清歡感高登，今日就從這個開講。送別登聽往異鄉，任衝勝地立江鄉。詩簽外景猶有景，一顧他鄉接故鄉。朝食暮望清明閣，晨風登正早中鄉。東望蒼天隨筆友，三尺男兒總節鄉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這個是激央學經嘅鄉鄉詩，早頭念嘅是一首吳氏嘅祖風詩。遐今日年好是愛配吳氏嘅人物，袂但今日個配嘅是激央名鄉，慶念為名吳皇國。從激央市區石西橋東行30里，就來到名鄉公司嘅門口。伊是吳氏族人為紀念先祖吳皇國嘅家族社堂。因為吳皇國是一位入仕激央縣鄉鄉市嘅南宋名人，自稱社堂為名鄉公司。吳皇國自江慶激央縣官開道熱開村人，也就是咱現在嘅上橋町開口村。曾任定州通判，為官勤政愛民，到平定強寇之亂當，立下不朽嘅貢獻，被譽為萬世生福。明清以來嘅廣東省、潮州府以及激央縣3級地方志，攏甲伊立了斷。紹定2年，即公元1229年，吳皇國高動政事之後，前往定州內城縣任知縣。就在頭次做客者，我着機會呢，此時定州強人一大，正經受着十分酷烈嘅紹定酷亂，其當內城縣更是如雷亂。吳皇國可但是臨危受命，拄着遐好噶，只個頭無曉過提啊！紹定3年，即公元1230年，聽家金做皇帝，哈哈哈！皇挑好順袂大，但做皇來好話來，因為水灣並治，江西南部大部分地方牛隻食sau，百姓餓到倒跳，甚至發生了人食人，以人呢冒充牛呢個慘案，直招無隻，白囝無兒，凶殺惡罪出條命，此時暴動此起彼伏，定州上厲害。當地一撮李王出去求生，也參與暴動，甚至落草為寇，佔山為王。當吳皇國來到內城縣嘅時候，環境周圍嘅山嶺全部攏去強寇佔領。於是，到四境收將不靈、明清整烈嘅危急形勢嘅吳皇國奮起平亂，以輕長頭力、白虎良猛、四頂妙舉，拍到山口，細流弱敵，河頭車船，四山奪命。到內城唔夠4個月，因為伊平亂慷慨過強，得到朝廷嘅嘉獎，並改調到平亂形勢最嚴重嘅青流關。到青流關，東邊有一條人橋，叫靈正橋，為職業長官。但是到紹定酷亂嘅時候，被職咩小遠，甲當地百姓嘅生產生活帶來了非常大嘅麻煩。吳皇國來到青流關，平亂之後，就開始規劃定修靈正橋，因為資金不足，手斷3度，伊家己插離背仔內，後頭大流翁，
大頭強出紅煙，到跨好嘅石橋頂擺，強起了30外間人惡。盡工之日，白老車了咯，情了有形，歷此白母。可見吳漢國深得民心。到清流關唔夠2年嘅時間，吳漢國大力領袖攻強強國，指導兵營向保，恢復生產甲社會特殊電強，發展應急甲特色農業。使原來經濟基礎較差嘅清流關，相當咩嘅恢復元氣，經濟迅速發展。之後，吳漢國又調任當州嘅武平關，睇到當地百姓食鹽，受到嚴重嘅限制，伊心動一動，以後我何唔來開闢定江旁道，以利運輸。直到端平3年，即公元1236年嘅年度，正式開通定江旁線，將稻鹽引入定州。再通過這條旁道，定州嘅山河又變源源不斷嘅運出去，一舉兩得。上呀，原來招幫弱勢，封鎖被殺嘅定州城，自此成了孟挖廣嘅交通樞紐。這條旁道激活定州大地，百姓生活日漸富足。老百姓心當這基情，正如此，嘉熙元年，即公元1237年，武平關嘅百姓都經來南安南嘅左拜，跟吳漢國建了一座城市，世世相繼，以懷念伊改名伊導向，拯救亡命伊追回嘅不幸貢獻。順佑5年。即公元1245年嘅10月30日，經朝廷批准，吳漢國士官回歸故里。此日，伊準備正起聽，移民擾民。就在漸一開門，舉目一看，只見門在下門300里嘅跪着一大片百姓，默沓默氣，嘴密密，望了吳漢國。大人來定州百姓是定生白母，在是爹娘，我定不認相理。朝明讓人十分動搖。順佑7年，即公元1247年嘅10月29日，由於吳漢國長期大病，又跳河嘅工作，積勞成疾，含5長啦，好龍落山，橋定了鈴聲。高華經威地無效，兒時長死，享年60歲，百姓滿載如山考碑。吳漢國病故之後，家鄉人民就奉伊做吉陽鄉鄉，敬奉到吉陽孔廟來個鄉鄉師對拜。這正是命鄉公司送命鄉，萬世幸福每命鄉。